香港人真係極之中意食甜品，由楊枝甘露到芝麻糊，個個禮拜唔食下甜嘢都覺得過人唔聚財。但你知唔知同古代比起來，你每日食嘅白糖喺老祖宗嗰個年代，竟然係比黃金仲要珍貴嘅頂級奢侈品同戰略物資，喺歷史書粉飾嘅背後，隱藏住一幅你想象唔到嘅天價白糖，布尼克莫。唐太宗為咗一粒糖，不惜派特工去印度偷師，而大明王朝發明嘅一項泥土刻科技，更係橫掃全球，賺盡全歐洲同日本嘅黃金，成為當時最暴利嘅揾真銀密碼。今日我哋唔講枯燥嘅歷史，專講古代人想食甜嘢到底有幾難，同埋一粒白糖背後波壯壯闊嘅世界大博弈。如果你想知大明帝國點樣靠一粒白糖制霸全球，今日呢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睇到最後。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一個熱愛家庭，想用智慧守護財富，絕對唔想在生活裏行錯步，更唔想臨老過唔到關嘅醒目香港人，依家就即刻幫我點個訂閱，再撳開隔離個小冧燈。我呢個頻道專門為大家搜羅最接地氣、最即時嘅人生修行與家宅避坑縱恐。只要你訂閱咗，以後通關出行住屋，保證你雙眼精明，守住你個銀包，活得體面有尊嚴。講起糖，今日嘅香港人可能覺得只係10幾蚊一包嘅普通調味料，但你知唔知喺唐代以前，中國人想食啖甜嘢究竟有幾難？中國人對甜味嘅追求其實好早就開始咗。據著名甘蔗學家周可勇先生記述，中國人最早種植甘蔗嘅歷史當始於春秋初期。當時嘅人將甘蔗叫做蓆，主要嘅食用方法係榨取蓆漸飲用，或者就咁生食。楚國詩人屈原喺《楚辭招運》入面就寫過：拱濾泡糕又即監射，即係話楚國人喺宴會上中意用新鮮嘅烤羊羔肉或者清管甲魚，搭配新鮮嘅甘蔗汁一齊食。但係生食甘蔗同飲蔗汁同我哋今日講嘅糖仲有好大距離。新鮮嘅蔗膠好容易變酸發臭，古人為咗延長存放時間，就會將多餘嘅直積加熱，煮到沸騰。甘蔗汁喺沸煮嘅過程中，水分慢慢蒸發，逐漸變成黏稠嘅超飽和液體。呢個就係最早嘅蔗糖溫型。迎西頭史學家司馬彪喺《續漢書》入面記載，天竺國出石蜜，呢種石蜜就係蔗糖，曾經係西域進貢中原嘅珍品，只有皇室貴族先至有得享用。但要注意，呢個時候嘅石蜜同我哋今日嘅白糖完全係兩回事。當時嘅製糖技術相當落後，只能夠將甘蔗汁煎煮，泡晒使其凝結成冰一樣嘅固體。但呢種粗製嘅糖塊，水分好大，好容易溶解，品質軟軟，唔及西域傳入嘅西極石蜜。講到西極石蜜有幾矜貴，
可以睇一個歷史小故事。《三國志》入面記載魏文帝曹丕曾經向吳國皇帝孫權贈送5餅西國石蜜，仲好得戚咁話，就算係南方嘅龍眼荔枝等鮮果，都比唔上呢種西國石蜜嘅滋味。5餅糖就可以作為國與國之間嘅頂級外交禮物。你話好唔誇張？除咗蔗糖之外，古代平民何處？甜味主要依靠2種途徑，蜂蜜同乜也糖 B 糖。蜂蜜又靠人工採集，產量有限，價錢自然唔平。至於變糖，就係用小麥發芽之後同米一齊熬煮而成嘅結晶。但問題係，古代一般人家成日累死累活，除咗交稅之外，剩低嘅糧食只夠填飽個肚，根本冇多餘嘅糧食同原料去熬糖鹼，就好似窮人家冇多餘嘅糧食去釀酒一樣。糖對佢哋嚟講真係一種奢侈品。總括嚟講，唐宋以前嘅中國雖然有甘蔗，但製糖技術極其落後，只能榨出連糖嘅蔗汁，或者熬製成黑乎乎帶有苦甘味嘅粗糖。人們日常獲取甜味主要依靠蜂蜜或者麥芽糖。真正嘅白糖，嗰種雪白如雪、甜度極高嘅精製糖仲未誕生。改變呢一切嘅關鍵人物就係唐太宗李世民尋官22年，公元648年秋天，中國歷史上最早嘅一批遣唐使從長安出發了，佢哋嘅目的地就係玄奘大師當年取經到訪過嘅天竺國，即係今日嘅印度。呢件事嘅起因又從一位傳奇人物王玄策講起。話說王玄策之前受命出使天竺，喺第2次出使嘅時候，啱好遇到當地內亂，佢嘅使團俾天竺國嘅篡位者阿羅那遜襲擊，人員同財物毀於一旦，的犯王玄策一個人步步走得實。王玄策隨後從吐蕃國搬救兵，憑借個人膽識扭轉乾坤，擊敗咗阿羅那遜，喺跟隨王玄策返返大唐嘅天竺俘虜入面，除咗阿羅那遜同天竺和尚之外，仲有一班好叻製作石蜜嘅匠人。呢啲印度手工藝者見到唐太宗嘅時候，即刻獻上隨身紐帶嘅石蜜，希望博取呢位東土大唐皇帝嘅好感。石蜜係乜嘢？就係印度人用甘蔗榨汁熬製而成嘅方糖。雖然史書入面冇唐太宗食糖嘅記錄，但另一則史料就從側面反映出佢對呢種滋味嘅念念不忘。朱騰竹詩語叻寒之體重淺時處嘔淡化，即古人造行跡炸古有持足，所謂愈食愈原身。事實上，中國人對甘蔗同糖嘅記憶遠早於唐代。問題係中國既有甘蔗，亦有製糖技術，點解仲要派人遠赴印度學習呢？國學大師季冠林先生喺《唐史》入面俾咗答案。中國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製糖技術亦都早有發展，但品質唔及印度製嘅糖好。唐代以前喺唔產甘蔗嘅北方，想品個優質石蜜
就只能靠沿師夷之路遠道而嚟嘅外國使團同西域互相。於是唐太宗做出咗一個決定，派人去印度學習熬糖法。值得留意嘅係，唐太宗並唔係淨係派一次人就收手，能夠中聳索遠影公園溜不溜絲領，王選就再次奉命從印度請嚟10位支行張家，佢哋帶來嘅技術進一步豐富咗中國嘅製糖工藝。經過唐初嘅技術同人才引進，中國終於生產出口感超過印度嘅石蜜同砂糖。呢個時候嘅糖已經同而家嘅糖非常接近啦。點解學成之後青出於藍？關鍵在於工藝改進。印度人製作石蜜嘅時候會加入牛乳同米粉一齊煎煉，成品更加類似於今日嘅奶糖。而中國工匠喺學習嘅基礎上積藏本地原料同工藝，最終生產出品質更優嘅糖。聽完大唐竟然係派人去印度偷師學整糖，仲要青出於藍，搞到印度人反過嚟將白糖叫做中國糖。呢個歷史故事有冇完全管覆你嘅認知？你平時食甜品，知唔知道一粒糖背後竟然有咁曲折嘅故事？即刻喺下面留言區話我知，大家一齊交流下。如果話唐太宗嘅遣唐使解決咗有嘅糖食嘅問題，咁大明王朝嘅一項偉大發明就徹底解決咗食好糖嘅問題。呢項發明就係震驚世界嘅黃泥水淋脫色法。明代科學著作《天工開物》第6卷金試篇詳細記載咗利用糖膏自身重力嚟分離糖蜜，再用黃泥水脫色做白糖嘅方法。具體操作係咁嘅：先將甘蔗榨汁熬煮，呢個時候嘅糖漿仲係黃黑色，將佢裝入桶入面，凝結成黑沙，然後用一種叫做瓦料嘅陶器，上寬下尖，底部有一個小孔，將黑沙倒入面，等黑沙結定之後，拔走小孔入面塞住嘅草，用黃泥水淋落去，黃泥水慢慢治下入面嘅黑沼，即係糖蜜流入缸內，而瓦料入面就全部變成白霜，最面頭嗰層厚5寸左右，潔白異常，叫做洋糖。呢個方法嘅科學原理係乜嘢？黃泥水入面嘅泥土顆粒具有強大嘅物理吸附能力，可以將黑糖入面嘅雜質同色素全部帶走，成本低廉，而且有利於大規模生產嘅黃泥水脫色製白糖法，就係咁樣誕生咗。關於呢項技術嘅起源，有一個有趣嘅民間傳說。據明代劉憲夏衍庭寫嘅《廣陽雜記》記載，嘉靖以前世無白糖，意思係話喺明朝之前，煉製白糖嘅技術複雜而且昂貴，普通人家係用唔起白糖嘅。到咗嘉靖年間，福建泉州路南安縣有一家製糖戶，無意中發現牆上嘅黃泥因為落雨濕透咗，掉落喺黑糖入面，竟然令黑糖變得雪白。就係咁，黃泥水脫色製白糖法就誕生咗。
呢項技術嘅影響有幾大？季遠林先生喺所著嘅《借唐史》入面話，明代熬煉白糖嘅黃泥水淋脫色法是中國的偉大發明。呢項技術傳回印度之後，印度人認為呢個係當時最先進同最容易推廣嘅製白糖術，因此將白糖叫做 Sini 中國。一個值得注意嘅細節係，呢種白糖喺天工開物入面叫做洋糖或者西洋糖，因為絕白美而得名。呢個名嘅出現，正正反映出當時中國白糖嘅品質已經達到世界頂尖水平，連西洋嘅糖都比唔上大明王朝嘅白糖。一經問世，就憑借無可匹敵嘅純度，成為全球瘋搶嘅奢侈品。喺當時嘅歐洲，白糖一度被認為係社會地位嘅象徵，即使係皇室同貴族，都只有喺生病嘅時候先至可以享用砂糖。喺當時嘅歐洲，只有喺藥房先至買到白糖，因為人們認為白糖可以用嚟治療眼科、胸科、淋巴同體液方面嘅疾病。歐洲貴族唔單止沉迷於糖嘅味道，甚至將糖當作身份嘅象徵。歐洲嘅精英們會將糖製作成精美華麗嘅小型雕塑，令糖同藝術成為高不可及嘅存在。最出名嘅一場糖塑雕像，呈現係1571年伊麗莎白皇后嘅新婚典禮。相傳每吹響一次號角，就上一道有特殊主題嘅菜餚。晚宴後仲有甜品套餐，奢華到極。喺日本情況更加誇張，日本嘅大名將白糖視為同黃金等價嘅珍寶。為了進口大名嘅白糖，日本每年流出大量嘅白銀同黃金，甚至喺國內引發咗嚴重嘅金融危機。福建、廣東嘅糖商因此賺到盆滿缽滿，形成咗富可敵國嘅弁台糖商集團。明代後期，中國嘅糖出口量已經相當大。英641年，鄭芝龍運往日本長期嘅諸多貨物入面，這個時候嘅李竹又吉仲糖500萬斤。明崇個10年163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嘅商船亦曾經喺廣州前後購買13028擔白糖同500擔冰糖。白糖喺當時嘅地位完全不亞於現代嘅高科技晶片，係妥妥嘅白色黃金。喺18世紀之前，糖喺歐洲仲係不折不扣嘅上流社會先至能夠享用嘅奢侈品。而對糖最為狂熱嘅要數英國人，一位曾經見過伊麗莎白一世嘅16世紀德國旅行家咁樣描繪女王嘅容貌，佢眼睛細小而烏黑，鼻頭有啲是嘴唇薄，牙齒已經發黑咗。呢個係由於英國人大量咁食糖而造成嘅一項缺陷。白糖嘅全球貿易仲改變咗世界經濟嘅格局。有學者指出，外國人包括歐洲人喺同中國嘅貿易中始終處於局部性嘅貿易逆差地位，為咗彌補呢種逆差，不得不支付硬通貨白銀。因此美洲同日本嘅白銀源源不
斷咁流入中國，一粒白糖竟然成為咗全球白銀流向嘅關鍵因素。你話呢個影響有幾大？港元帝國靠白糖賺取嘅天文數字、財富同全球影響力，我哋要講一個令人心酸嘅現實。呢啲財富同美味全部俾皇室官僚同富商轟斷咗，對於90%以上嘅底層平民同農民嚟講，佢哋一世辛勤勞作，卻連一口純正嘅白糖都食唔起。喺佢哋嘅日常飲食入面，只有粗鹽同野菜嘅苦澀，甜味係只有喺夢中先至能夠奢求嘅帝王特權。點解會咁？原因好簡單，製糖需要大量嘅甘蔗，計諸種呢。甘蔗種植同採收極之辛苦，需要消耗大量勞動力，普通農民唔願意去做，供給不足，人們想食糖都食唔起，更何況一般人家成日累死累活，除咗交稅之外，剩低嘅糧食只夠填飽個肚，根本冇多餘嘅糧食同原料去熬糖精。呢種情況同現代人糖分超標，甚至要控糖嘅生活，形成咗極其現似嘅歷史反差。今日嘅香港人個個禮拜食甜品、飲珍珠奶茶，擔心嘅係糖分，攝取太多會肥、會糖尿病。但古代嘅農民窮盡一生都可能未試過一啖純正嘅白糖係乜嘢味道。原來古代嘅白糖係專供皇帝同外國國王嘅頂級外交禮物，平民一世都食唔到一啖。你哋身邊有冇有一兩個人為咗一啲表面精美但實際無用嘅奢侈品而大花筒，好似古代平民盲目追求糖一樣？即刻留言話我知，我會喺留言區親自回覆同大家探討。為什麼一粒白糖能成為大國博弈與外交嘅戰略武器？呢個原因技術逼古與暴利，稅收大明帝國通過對製糖技術嘅嚴格保密，實現咗全球定價權、黃泥水臨脱釋法嘅核心奧秘呢。用泥土鼓粒嘅吸附能力去除雜質，喺當時係絕頂機密。呢種技術逼求令中國白糖喺品質上遠遠跑離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嘅糖產品。朝廷將白糖作為高額稅收嘅來源，其暴利程度甚至逼近咗傳統嘅鹽鐵專賣福建、廣東等官山產區嘅糖商，通過出口白糖賺取咗驚人嘅財富，形成咗關大嘅商業集團。呢啲財富唔單止流入商人嘅口袋，亦通過稅收進入國庫，成為大明帝國財政收入嘅重要組成部分。有學者指出，蔗糖在18世紀嘅世界經濟中所佔據嘅地位，就如鋼鐵在19世紀、石油在20世紀所佔據嘅地位一樣。雖然呢句話講嘅係18世紀，但明代中國白糖嘅全球影響力絕對係呢個頹勢嘅開端。第二個原因，朝貢外交與以糖御下嘅政治手段。朝廷將極其珍貴嘅冰糖、白砂糖作為賞鐘俾藩屬國如朝鮮、琉球、安南嘅頂級國禮。
呢啲白糖唔單止宣示咗天朝上國嘅富庶同科技領先，更通過糖分子嘅甜味，實施咗高超嘅文化同政治懷柔政策。回想一下，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向吳國皇帝孫權贈送五餅，西國石密就覺得好威。到咗明代，中國自己生產嘅頂級白糖，成為咗外交嘅王牌武器。你送糖俾人家，唔單止感受到你嘅慷慨，更加感受到你背後強大嘅技術實力同經濟實力。呢種軟實力嘅運用，比起刀兵相見高明得多啦。支玉廉先生曾經講過，他本是一件小東西，然而喺佢身上卻繫住長達1000多年嘅中印兩國運發交流嘅歷史。事實上，唔單止中印之間糖嘅歷史，仲牽涉到中國同歐洲、日本、東南亞等無數國家同地區嘅政治、經濟同文化博弈。這個時候的李國三就從唐歷史悟出的資本與受財心法。第一就看清資助必果，就我不及天地嘅核心價值。大明的國寇往利水拖色法制霸全球，關鍵在於佢掌握咗一項別人冇嘅核心技術。呢項技術嘅成本極低，黃泥水隨處可得，但效果卻係世界頂尖。呢個道理放喺現代同樣即易用。喺個人事業或理財中，必須建立自己不可替代嘅護城河，掌握核心技能，先至能夠避免喺競爭中被輕易淘汰。你嘅價值唔在於你做咗幾多嘢，而在於有啲嘢只要有你先做到，或者你做得最好。第二招，防範現代糖分消費主義陷阱，學會戒糖自保。古代糖係稀缺嘅奢侈品，而現代高糖高化學添加劑嘅廉價甜食，則係資本設計嘅健康陷阱。今日嘅糖已經唔再係奢侈品，而係隨處可見、價格低廉嘅普通商品。但正正因為咁，資本通過大量添加糖分嚟刺激消費，令人上煙。呢個時候嘅李祝從中中處，朱壓利溫呢個美國人嘅名權免有食肉，黐食棒糖換生以上，相當於一年食31.7公斤嘅糖，頭分到每日就係86克，相當於17粒方糖。呢個數字令人震驚。學會主動控糖，保護胰島，漸壯健康，唔好為無謂嘅感官享受埋單。第三招，保持頭腦清明與中氣，不受感官誘惑驚駕。古代嘅糖因為稀缺而珍貴，現代嘅糖因為泛濫而危險。但無論古代定現代，過度追求感官享受都會令人迷失。保持簡約淡薄嘅生活方式，心靈清靜，個人嘅磁場與財富先至能夠長久穩固。唔好俾現代社會鋪天蓋地嘅消費主義廣告洗腦，要時刻記住，你真正需要嘅嘢遠比你想象。中小，今日教大家呢3招，從唐歷史中物色到嘅生活與自保智慧，特別食煙帝、空糖房、踩雷、原地交糖陷阱，你覺得邊一招最實用？
或者你平時自己有沒有一啲飲食預防中招自保嘅獨門秘笈？即刻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智慧，大家互相照應，精明生活。一粒精煉剔透嘅白糖，背後折射嘅係人類文明嘅科技、貿易與階層博弈，從春秋戰國時期嘅鍽酒到三國時期嘅石墨，從唐太宗派遣唐使遠赴印度學習牛糖法，到大明王朝發明黃李瑞令脫石法，漸經是嘅從白糖作為白色黃金橫掃全球，賺盡歐洲同日本嘅黃金白銀，到底層平民一世都食唔到一啖甜味。糖嘅歷史就係一部人類追求甜蜜、爭奪財富、劃分階層嘅縮影，相由心生，命由己造。唐太宗為咗一粒糖，不惜派特工去印度偷師，反映嘅係一個帝王對甜蜜嘅執着追求。大明王朝靠一粒糖制霸全球，反映嘅係一個帝國對技術同財富嘅渴望，而底層平民一世都食唔到一啖白糖，反映嘅係殘酷嘅社會現實。任何時代財富同資源嘅分配從來都唔公平，睇清歷史嘅真相，能令到我哋喺現代嘅物質洪流中保持清醒，唔好為感官享受所奴役，守護好自己與家人嘅健康同大好福報。今日你每一啖食落肚嘅白糖都來之不易，唔單止因為佢背後有千年嘅技術積累同文明博弈，更因為你今日能夠隨意食到嘅甜係古代億萬底層百姓一生都無法企及嘅。奢望醒目嘅香港人出門買菜廚時用手機最緊要安全。第一，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你認清了呢古代白色黃金嘅暴利黑幕，甚至讓你對每日食嘅白糖多你一分理性與敬畏，記得幫我點讚、訂閱並分享嘅你身邊中意食甜品嘅老友或者親戚朋友，功德無量。我們下期見。